来看桃园中立警方哦，2月伫坐车的路口甲银行哦设来提醒交通安全甲预防犯罪广告的扛棒，嘛效果是袂歹哦。也毋过有民众是反映讲扛棒伤大咯，影响到安全，目前哦马路已经先拆落来咯。路口大块警察的扛棒加上标记，民众是真好奇，抑个有人家翕起来放去网络顶，引起大家讨论。有人学到讲，赛车会当看到烟头佮水的警察有警示的效果。不过，嘛有人认为讲这扛棒伤大块，会影响视线佮行车的安全。我觉得是好的啊，不然这里很多也有很多闯红灯的也有啊。本身开车或骑车的人，其实有些人都还骑得蛮快的。觉得效果不太好，对市容也没有很好看，就像广告看板一样。他那也有警示语啊，如果喝酒怎么样啊？他会喝的人就会喝了。警方表示，设置扛棒嘛是为着要改善交通。2月份车手提领的案件数，甲交通事故的发生率，比前一个月拢有明显降低。亲像中山东路2段361号的迄卡道，事故的数量为3件减做1件；宽中东路甲新中北路路口，事故为10件减做7件。也若宽中东路甲后兴路路口，事故为6件降做1件，降低比率有甲3成以上。本分局试办人行立牌期间，确实降低交通事故，提醒用路人交通安全。为达有效宣导目的，将持续滚动式调整。至于事故高发路口安全的位置，面对争议，中立的警方已经先把扛棒提掉，嘛说明这6块扛棒主要是放伫宽中东路、中山东路甲中北路等交通量较大的路口，还有金融机构的附近。针对食酒赛车、超速等交通安全，还有诈骗提领犯罪行为，来做预防宣导。未来对宣导的方式嘛会详细评估，而且随时检讨。公司新闻，桃园报道。